他是谁？我们诊所护士。多久了？大概半年吧。自从我跟你在一起，我都要抑郁了。我也不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。我们以后不要联系了，你也不要来找我。你从来就没管过这个家，这些年你有家里拿过钱吗？整天就知道喝酒，哪有个当家的样子？你还有脸说我呢？放着家里也不管，孩子也不管，整天出去打麻将。你还说管孩子？你看看他都成什么样子了，正经工作没有，整天一副死人脸，活该他嫁不出去。你们家没一个好东西，我当初就是瞎了眼。你瞅瞅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像个泼妇一样。咱能过就过，不能过，哎就离。说话马上到底要吃什么？谁来做家务？谁来收拾家？废物！所有的人都嫌弃你，我要取代你，我要取代你，我要取代你。我要取代你，我要取代你。你不是左撇子吗？怎么用右手吃饭了呢？